政府在2016年開始推行第一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，預留2000億元興建、重建、擴建多間醫院及提供其他醫療設施。政府在2018年邀請醫院管理局籌備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，估計涵蓋19個工程項目，涉及約2700億元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一、第一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嘅落實情況，預計最終開支每年涉及額外經常開支以及發展計劃成效評估為何？二、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的籌備情況，涵蓋的項目和涉及開支，包括經常和非經常性開支為何？及三、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的制定是否已考慮近年出現嘅情況和發展趨勢，包括最新的人口及醫療人手供求推算，社會更重視精神健康、中醫藥及中西醫協作，尤其是對癌症治療，公眾對公營牙科服務的需求，政府更積極推動預防性及基層醫療服務，內地醫療服務質量持續提高，並加大向香港市民開放，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樂意北上求醫和安老，及政府和醫院管理局的財政情況。